在个人骨质的问诊当中，医生表示，真侪患者拢是因为骨折以后才发现家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而且骨伤造成的骨折，一旦发生在髋关节，就会做假烂，除了行动不方便，若无好好照顾，再次骨折的比例是毋捌骨折的人的24倍。所以各项严重台南分院特别推动患者临床照护一条龙服务。髋部骨折刚开始，很多时候面对到的是要不要手术的问题。手术之后我们要做入一般健保条件大概住5到7天。那在这样条件下，其实这时候病患还没有个完好的满意，其实还是有点疼痛不舒服，回家大部分还是卧床休息。这时候医院可以我们医院有成立一个急性后期的医疗照顾，让患者可以住院健保做复健。这当中省掉了病人在这当中伤口照顾的问题，减掉了病人卧床所带来一些肌肉肌少症的问题。在早期的复健可以增加病患的满意度，包括下床的活动等等的状况。接下来等后续的在2-3个月之后慢慢稳定之后，我们会进入到慢性骨质疏松的评估以及肌力训练的部分。因为骨伤初期无镜头被称作温型的杀手，所以医生嘛呼吁各危险群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的筛检，提早预防。大部分的骨质流失是从40岁就开始了，只是女性在50岁会达到第一个快速的流失，是因为卡在荷尔蒙影响。所以早期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在女性就是荷尔蒙的药物，那男生确实在65到70岁才是会有这个相对的风险，但没有去检查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风险。毕竟也都临床上发生很多没有这样的状况，没有这样的病史，可是却还是意外发现自己有骨松的状况。所以原则上建议50岁之后的女性，或是65岁之后的男性，还是建议尽早到相关的医院和医疗院所做相关的骨质疏松，也就是所谓 DEXA 的检查。然后慢慢数1、2、3、4。当然，不管你有检测出骨伤，参像这位阿姨透过有筋络、核心肌群加平衡训练等复健运动的3步骤，拢是减少老大人跌倒骨折风险。骨松最怕就是高龄之后，因为他怎样跌倒之后造成骨折，骨折之后就要卧床。那基本上来讲，一旦卧床的话，他的死亡率就会增加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透过复健来去帮助病人的一个下肢的肌力的训练，还有一些平衡运动的训练，来增加他们的稳定度，走路能够更稳定，以防跌倒造成的一个骨折的现象。人讲老人上惊跌倒，特别是骨伤引起的骨折，更是超高龄社会一定要面对的课题。台湾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